甲咱每一人同在。咱的主是值得咱来尊重，只是邀请大家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愿专心敬拜上帝。我专心地敬拜上帝，专心专意何乐天顶的白，我专心地敬拜上帝，何乐以荣耀到万世，我专心敬拜伊。我也想唱敬拜伊，我要何乐伊大尊名，我专心敬拜伊，伊的名大地尊重，我要专心全意何乐伊，我专心地敬拜上帝。专心专意何乐天顶的白，我专心地敬拜上帝，何乐以荣耀到万世，我专心敬拜伊，我也想唱敬拜伊，我要何乐伊大尊名，我专心敬拜伊，伊的名大地尊重，我要全心全意何乐伊，我要全心全意何乐伊。诗篇38篇、33篇、18节安尼讲。也何况会感觉看过敬畏伊的人，甲仰望伊主的人。过了年了的第主日，咱谦卑恭敬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伊献上感谢而乐。也何况会感觉要看过敬畏伊的人，就是邀请大家新春的开始，做伙来到主的面头前，献上咱的感谢，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感谢你的性命。亲爱的爸，新春的开始，阮谦卑恭敬来到主的面前敬拜，向你献上感谢甲阿乐，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尾对阮的保守带领，所剩予阮的稳定甲祝福，阮要颂扬宣告上帝，你的福分要伫阮每一个人甲阮每一个人的厝家家庭当中，你的允许主爱，嘛要跟对阮要甲尊贵荣耀归乎主。天父，恳求你拍开阮属灵的眼界，注目伫基督丰盛的恩典，互阮会当更较无亲近你，有比好比主来确定你的话语要激励阮永远的美好。伫新的一年内底，阮立志要甲阮听我的爸同行，阮需要你的智慧、圣灵来引带，活出合上帝心意的光彩。将荣耀归乎你，领受新酒新油的管握，充满伫阮的生命当中。阮安尼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恳求，阿门。我专心敬拜你，我也想唱敬拜你，我要何乐伊大尊名，我专心敬拜你，你的名大地尊重，我要全心全意何乐伊，我要全心全意何乐伊。这是邀请大家来为教会来求祷，求圣神的大能充满伫咱富强教会，互上帝的疼，甲下面的灵充满伫咱当中，互富强教会食做祝福人，下上帝心意的教会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是主，我们的教会就基督
主啊，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，借着圣灵，给阮心内开力刚强起来。阮互相需要你的宽屏甲开力，祈求你的听甲合的灵，充满伫富强教会，咱正信徒要注目伫基督的生命顶面，就是耶稣基督福音。求你帮助阮正信徒伫生活中真正活出基督听。恳求你，管啊新鲜的恩膏，互富强教会充满受你恩典甲祝福，吸引周围的百姓更加来认捌你。互耶稣的名宣告，富强教会要领受犹大支派敬拜俄勒恩膏，俄勒要照做的富强教会的语言。我们请下进上帝的门，俄勒入上帝的意。在俄勒当中，上帝要设立你的宝座伫富强教会，互富强教会成做祝福人、合心心意的教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第三位。咱要来为教会的肢体的健康、心灵的平安来祈祷。雅各书5章16安尼讲：，既然基督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咱做伙来为咱病痛中的肢体朋友，也是咱厝里的人来祈祷。相信咱正人的祈祷，上帝一定要听，嘛要成就。做伙来经历上帝的平安甲医治的大权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阿爸上帝，你是现在伫的、古早伫的上帝，你是阮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。恳求推背赐予阮病痛中的兄弟，有阿比拉罕的信心，无看眼前的困难，独独仰望上帝，坚定相信上帝要为病痛中的兄弟同在，经历你上帝奇妙医治的恩典。求主加添身躯因身躯的免疫力来帮助因。我的身躯的营养会当有好吸收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大地，阮感谢俄勒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盾牌，阮的关台。你将光芒放伫阮内底，你是满有气力的上帝。你绝对无放散阮，并且乐意施恩拯救阮，做阮随时的供应。阮将治疗中兄弟仰望交通，互因的治疗有好的果效。互人知影，阮是上帝的儿女，阮不管伫任何处境，拢有上帝甲阮同在。你要差派天兵天使，特别为阮感情的兄弟姊妹来得到医治、得胜跟得胜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！阮俄勒你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阮全心敬拜你。我专心敬拜你，我也想求敬拜你，我要俄勒的大尊名。我专心敬拜你，你名大地尊重，我要专心专意俄勒你，我要专心专意俄勒你。来为主日学的师生心心灵，特别为主日学校长姚峰校长，由上帝恩膏膏抹姚峰校长，互校长有属灵的眼界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互每一个囡仔自细汉就较无领受真理。咱做伙来为主日学的师生心灵来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你的性命大有能力，你的慈爱供应到万代。我们开嘴学了你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你要看顾主日学所有的师生，阮领受，感觉到欢喜快乐。我们领受你丰盛的慈爱，心灵得到平安。信心你的温和无停止，高抹也充满阮的主日学校长、姚峰校长，甲所有的老师。因的生命中，制作上帝的心意，满有智慧甲能力。求你带领
因的生命得胜，伫你甲主同行。主啊，你是大教师，是一切主宰。你祝福教方校长领受对你来的聪明智慧，培养伊优秀的领导能力，帮助伊伫教学规划充满起应力、创意、教育、快乐，互世界伊会来上主日学的课程，较无领受真理的教导，学习有果效。真理要真做学生们生活信心的帮助，塑造肢体彼此连结，发展真做疼的团结，彼此祝福。互枝仔连伫葡萄树，充满信心跟愿望。感谢主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恳求，阿门。接着，咱要来为青少年来祈祷。这个时代真侪青少年拢离开教会，离开上帝。求主兴起青少年为主所用。咱特别要来为咱青少年牧区的牧师、詹牧师来祈祷。恳求上帝加天开来，伫随便牧师，互有属灵的看见。知影用什么方法来陪伴咱这群青少年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疼神奇伟大，你互阮甲天父的疼无隔绝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荣耀彰显。这个混乱的世代，求主保守这个世代每一个青少年的生命，互因流浪的心回来甲咱属灵的家庭，叫因脱离这个世代情欲的控制，无忧虑，无丧志，使因白是主灵的温顺，年轻的生命，互主来摸着经历上帝，回转起初的疼，遇着标杆直直来走的热情。真做上帝国贵重的器皿，生活以耶和华为快乐，祝福因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伫罪人的道路，独独介意甲耶和华的律法直接思想，传扬福音，求圣灵启示愿詹牧师的牧养事工，领受伊对顶头来的宽屏甲智慧，万眼目甲主对齐，明白上帝的心意。遵探上帝的旨意，用疼心、耐心陪伴阮这群青少年。随便牧师要亲像一张大树，栽伫溪水边，按时来结果子，叶仔嘛无得枯干。既然所做的真拢顺利，富强教会这个疼的大家庭，大家同心合意祈求，这群兴起的领袖会当紧紧来承接。真做富强教会福音事工的大主力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祈祷，阿门。阮专心伫遮敬拜上帝。阮专心伫遮敬拜上帝，专心专意学了天顶的天。阮专心。敬拜上帝，何乐意荣耀靠万世。我专心敬拜伊，我也想求敬拜伊，我要何乐意我专心敬拜伊，伊名大地尊重，我要专心。我的心要安静伫你的面前，我的灵要听候你的声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是我永远的照盘。新的年开始，我要放下我家己，求主来引带。
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怀念平安，听你的声，我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怀念平安，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望到家己，互你引带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相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的欢呼放松我，用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听。我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的平安，听你的声，我心安静，伫你面前，我的平安，听你的声，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望到家己，互你引带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掌管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用我无放松我，愿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听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掌管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的欢呼放松我，愿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听。愿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听。愿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听。你的话点我心，你的话点我心，让我无望的心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，让我无苦的心，互我永望行路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永远